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心理衛生會教育及預防委員會召集人、精神科專科麥永照醫生。目前 AI 會唔會導致精神病或者增加精神疾病嘅風險，暫時都係言之尚早。但係對於本身有情緒疾病風險嘅人，或者過度依賴 AI 聊天機械人，的確可能會帶來一啲風險嘅。例如將 AI 生成嘅虛構內容誤認為係現實，呢種情況係值得我哋關注嘅。喺香港嘅情況更加普及嘅係網絡及電玩成癮嘅精神疾患，而判斷有冇因為 AI 互動影響精神健康，可以留意喺幾點㗎。一、有冇因為過度依賴 AI， 生活同情緒都為罪轉呢？二、你有冇因為停止使用 AI 而感覺不安，冇辦法接受呢？三、AI 嘅回應係咪令到你產生一啲不切實際嘅幻想同埋信念呢？第四，你有冇開始將 AI 當成一個真人，甚至乎取代現實世界嘅人際關係呢？第五，有冇因為用 AI 而影響到你嘅工作、學習或者社交功能呢？最後，當出現焦慮、抑鬱或其他困擾嘅時候，有冇都只係依賴 AI 而冇尋求啲專業人士嘅協助呢？如果你有以上嘅狀況，甚至乎影響日常生活，咁就要盡快揾專業人士協助啦。